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4月30号。这一期啊，咱们还是要继续吃董小姐的瓜呀。中日友好医院啊，这个消费事件持续发酵啊。这个董小姐被推至风口浪尖啊，到什么程度呢？今天我看了一下啊，很多官方媒体亲自下场，已经开始这个广泛的报道。这个我粗粗的看了一下啊，我翻了一下，有这个新浪财经客户端、河南日报啊，这个了不得啊，河南日报那是河南省的这个官方报纸啊，大象新闻、财新网、凤凰网、凤凰周刊、搜狐财经，还有中国新闻周刊，还有其他媒体啊，这里就不一一点名啊。也就是这么多媒体啊，官方媒体下场关注这个事情。董小姐这个瓜呀，可以说是越吃越大。这个中日友好医院的这个胸外科的肖大夫和这个董小姐啊，目前看啊，似乎是受到了网暴。这个咱们客观的说啊，那现在肯定是在网暴啊，而且是核爆级别的。这个事情该不该，我们先放一下啊，先不说。我们要聊一聊它这个核弹是怎么引爆的。这个首先啊，我们叫层层剥笋啊。这个核弹引爆啊，首先是一个啊，大家从这个别人的隐私啊、八卦、香艳故事，对吧？小三、小四、小五、小六，甚至生孩子啊、未婚生子，就这八卦开始的。这个它本身啊，也有一定的传播性啊。先点燃的是两性关系，这个属于一点就着啊。不管是吃瓜群众点的去网暴，还是这个肖大夫的前妻举报等等啊，反正是涉及两性关系。刚开始吃瓜群众是冲这个去的，吃着发现啊不对，对吧？还有更大的瓜在后面。什么瓜呀？因为他这个事情发生在手术台上面，所以爆出了这个医院里面管理的混乱，对吧？这个胸外科副主任呢，他居然把一个已经麻醉了的病人扔在床上，手术台上面40分钟不管，就因为对吧，他的那个小四或者小几啊，跟这个护士啊发生口角。你看这个就引爆了大家对这个医院的管理、对这个医疗事故，对吧？医疗不信任、对医患关系。这个不比那个香艳故事就更加显得这个更重要，对吧？因为那个香艳故事那是私德这玩意，吃一轮瓜就完了。因为大家对吧，本身对私德这玩意你聊过多的这个讨论呢，也很难引起这个就是主流媒体啊，也就是这种喉舌的下场。那第二个层次呢，就到了这个跟医疗事故、医疗安全、医患关系，大家更加关注了。你一个顶流医院呢，到中日友好医院，你居然是这种管理水平，主刀大夫可以把病人扔下，消失40分钟。关键这个事情医院居然没有处理，把它摁下去了，对吧？这是2024年7月份发生的事情。现在是因为人家那个大夫的妻子啊四处举报，这个事情才被翻出来。可见啊，这叫蟑螂定律嘛，你这个医院管理多混乱了。这是第二个层级啊，这个已经引起了大家对这个医疗安全、三甲医院管理等等。这个时候更多的媒体就会参与了，结果媒体一参与啊，这个网暴的啊，就是群众啊，去一扒坟，发现更大的瓜还在后面。这更大的瓜就是董小姐的家庭背景。董小姐从一个对吧，也或者就是她的这个医学天才成长之路，引起了大家关注。这个背后指向什么呢？指向是教育不公平。你看啊，这个炸弹啊是一层一层的，对吧？先是一个八卦，那大家就看热闹看笑话，再是什么呢？再是涉及了医疗安全，这个大家就觉得跟我们每个人的相关了。第三个层级就是公平，教育不公平，所以这个核弹啊一下就引爆了，这些喉舌媒体纷纷下场，吃瓜群众扒起来就更加得劲了。这个事情啊，我们也做了2期节目，我第1期节目就说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啊？我第1期节目就说了，你这个协和医学院什么4+4，对吧？你得出来走2步。你看今天啊，这个火实际上就是烧下这个教育不公，协和医学院4+4，你要自证清白呀！一粒老鼠屎害了一餐道。随着这个吃瓜群众啊，这个去刨坟呐，发动这个各种这个就是穷尽所能啊去搜索。所以现在的事情向哪个方向发展呢？首先一个啊，这关于董小姐的瓜是越来越多，这是第一个啊。董小姐本身的瓜，我们一会儿再说，这个是被扒出来越来越多啊。第二个呢，那就是关于协和医院4+4，我刚才已经说了，它这个4+4模式啊，由于董小姐牵连，所以导致很多人对4+4所有的这个4+4，它已经好像恐怕上100人了吧，反正
培养的人还不少。这里面又挖出很多人出来，也就是说啊，大家怀疑不是一个董小姐，而是很多董小姐。你这个4+4这个培养模式，就这个藏污纳垢之所啊，就是一个给特权开后门的这么一个通道，一种安排。哎，或者你初衷是好的，对吧？是希望让医学人才啊，这个更加包罗万象，但是最终它变成一个权贵的，对吧？这么一个直升通道，很多啊，协和医院4+4的人被扒出来。第三一个，进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扒出什么了呢？原来4+4模式不光协和医院有，很多学校都有。这个火啊，进一步扩散，就大家现在对4+4这个模式，或者是对这种规避这种正常的招生，而这个以什么特色改革或者什么以民意啊搞的这种招生，已经高度怀疑，认为你这个都有问题。所以你看啊，这个火也是一层一层的递进的，从董小姐本身烧起，烧到了协和医院4+4模式，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所以协和医学院啊，这个4+4模式招生的这些人都是受到影响，越扒越多，进而啊对这种各种大学啊这种培养模式，这种特例啊，这种所谓的改革，所谓的引进美西方什么等等啊，就是打着什么旗号破例的，大家都不信任，觉得你这个有问题。吃瓜，这个瓜越吃越深。为什么我们也要来聊一次呢？因为我觉得啊，这个涉及到教育公平的问题，这个涉及到社会资源，有人啊堂而皇之的在侵占社会资源，有人在堂而皇之的打着以教育公平这个旗号来制造教育不公平，这个事情影响到我们每个人，所以我们有必要啊推波助澜，就让这把火要烧得越来越烈，参与的人越多越好，对吧？现在啊，这个媒体凤凰网、中国新闻周刊、财新网，甚至啊外媒，你比如南华早报、新加坡联合早报都在报道，但是还不够，因为央媒还没有下场。我们要看到啊，最好央媒下场，发出疑问。这个河南日报啊很不错啊，对吧？作为中原啊大省的这个党报，人家发的这个报道叫董小姐带出的5大疑点，待协和等解答。人家直接向协和喊话了啊，对吧？这些5大疑点你出来解释啊，你出来走2步啊。这河南日报他这么说的，他说近日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肖飞被妻子举报婚内出轨多人一事引发广泛关注。肖飞出轨对象董希莹目前仍置身事外，但对于他的质疑越来越多。说4月29日，泌尿医生谈董希莹跨专业医学履历，凭跨多专业的履历来看，很明显是一位复合型人才。根据网上资料显示，董的博士导师是协和的骨科院士，毕业论文是影像学方向，博士学位是内科，实习期间在胸外科工作中上了新闻，然后还作为并列第一作者写了膀胱癌诊疗指南。然后这个河南日报啊，大家说有5个疑点呢，他说疑点之一，这种跨界虽然在医学内部，但也够厉害的，到底合不合规，合不合理？另外，董希莹跨界后的博士论文质量如何？期待协和医学院解答。疑点之2，他说这个许超医生替大家问了，膀胱癌诊疗指南一般来说是给业内人士看的指导性内容，一般参与指南撰写、讨论、审阅的基本上都是泌尿外科业内知名专家。这个好理解吧？也就是你给这个行业要写一个指南，也就是说你要遇到这种泌尿科的病你怎么治，大概我不是专业人士，但是我理解应该这么一个东西，相当于写一个操作守则呢。那这种东西肯定是一个非常专业人士，就是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的人他牵头，对吧？大家组织更多的人来写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要向全国医院发布啊，然后以后遇到这种病你就照这个去治啊，这叫指南啊。结果这个指南居然是董小姐写的以后大家肾有问题泌尿科有问题要小心啊，对吧？你到时候去看病的时候你要多问一句，你说你们是按照哪个指南去治的，是不是董小姐写的？这个许超医生他说刚跨界到泌尿外科就能第一作者写这样的指南性文章，这里面的东西我就不说啥了，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虽然他可能是主要撰写者，但低年资的医生出现在膀胱癌诊疗指南第一作者的位置，说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为什么如此？期待协和医学院的解释他的疑点第3说国家规定医学专业毕业生必须参加不少于3年的规培，董希莹可以缩短到只需要1
1年，这是有医学院的制度依据，还是因为他天赋异禀、因材施教，还是存在其他特殊原因？恐怕协和医学院得对公众解释啊。那1.4呢，说4+4培养模式有着不可忽视的优势，它打破传统医学教育的单一格局，实现多学科深度融合。网民通过董希英的事，合理怀疑协和利用这一模式高门槛，为某些学生提供绿色通道，损害了教育公平性，期待协和医学院的解释。1.5说肖飞医德医风成问题，在其出轨过程中，董希英有无过错，得到肖利用职权之便提供的不当利益与否。根据董希英在协和的诸多疑点，公众对其在肖飞出轨事件中质疑也是合理的。不管问题是否存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都有义务调查并解释，而不是仅仅光速处理完肖飞了事。然后这个河南日报说啊，肖飞事件包括董希英问题成热点不是偶然的，医德医风、医学人才的培养关系到公众的医疗大事，关系到大众的生命健康，而如雷贯耳的品牌中日友好医院、协和医学院更应自警自重，出了事要勇于担责，只有直面问题，回应关切，必要时监督部门强力介入，深层穿透，刮骨疗毒，才能让人民群众放心，医疗行业也才能守牢公信力。这个河南日报啊发了5个疑点啊，希望这个协和医学院、中日友好医院啊出来走2步。哎，这是公开喊话呀，这个咱们已经不是说网友扒的那些啊似是而非的东西了，那个太多了，我也不知道那个他们扒的对还是不对，咱们看喉舌是怎么说的，对吧？这个河南日报要这个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出来走2步啊，这个合情合理，有理有据。所以说这个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啊，不能装聋作哑，应该勇于直面，对吧？网友的质问，要直面河南日报的质问，不做亏心事啊，不怕鬼敲门。这里面还要加一个疑问，也就是协和医学院要出来走2步什么呢？对吧？在他之前的这个官方账号啊，他发了一篇文章叫王晨校长寄语协和医学院2023届毕业生的这个文章，他这里面说到了啊，专门那个作为校长啊，王晨院士专门表扬啊，提到了董小姐，说董小姐啊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然后好事的网友现在上去再看啊，他这个寄语里面把这董小姐相关的内容给删掉了。这个咱们昨天节目就说了啊，不做亏心事啊，不怕鬼敲门。为什么要删掉它？是不是有更多的网友已经扒出来这个董小姐所谓的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专业本科好像注水也经不起扒呀？这个因为我对国外这个大学我也不太清楚，咱也没去过。哥伦比亚大学好像这个名声挺大的，但是这董小姐上的是什么哥伦比亚大学呢？好像是下面一个2级学院，是什么巴纳德女子学院呢？然后有网友就说那个巴纳德也很厉害呀，不是叫什么泛之辈啊，就能上那个巴纳德的也不是一般人。但是又有网友扒出来啊，说这个董小姐啊，她也不是直接上的巴纳德那个什么女子学院，而是借着这个从社区大学中途跳进去了。这个也就是我只能认为啊，这个是非常懂行的人呢，帮他运作，他找到一条捷径，然后一出来之后，他就能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文凭，而哥伦比亚大学正好就能被协和4+4这个招生符合他的条件。也就是一部这个机器的运转呢，有一个人他特别熟悉这个机器是怎么运转的。也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牛马，对于韭菜来说，你也可以复制董小姐这条路，对吧？你也可以到美国去，你上社区大学，然后你也可以通过中介你给钱什么的，你给你转到什么巴纳德女子学院，最后一毕业也可以拿到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凭。问题是你拿着这文凭有什么用呢？你还得送外卖要不就开网约车，因为你后面闭环你走不了人家拿这个文凭可以进协和医学院4+4招生，你拿这个文凭你只能去美团某一个或者京东吧送外卖，这就是区别。然后网友又扒出来这个董小姐的这个论文说博士论文她的研究方向是叫什么妇科影像，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却是骨科的院士，骨科院士指导博士论文是妇科影像方向，所以这个我们只能说这个骨科院士神通广大，他就是知识面广吧，勉强可以但是他的学位证书又是内科，然后他的规培在胸外科，然后现在的工作是这个中
中科院呢叫肿瘤医院呢泌尿外科，也就是他能够在医学这一块这么横跳啊，这个我们就是非医学专业的人，你恐怕觉得无所谓，对吧？你可能把它理解成从特斯拉跳到比亚迪，对吧？或者是从这个拧螺丝的这个工段，跳到那个工段，这个可不一样，这个人命关天呐，这真是拿刀给你开刀的。然后有人扒出来他的论文啊，说正文部分只有30页，那就是注水呗。就这么注水的论文，说这个董小姐在里面感谢了全是医学界大佬、院士的好几个，这是网友扒出来的。甚至啊，董小姐还感谢了她的父母。你写论文，你感谢父母干什么呢？这个确实比较罕见啊，因为对你的论文有没有指导嘛？结果啊，这个董小姐的父母啊是冶金世家啊，从事冶金工作或者冶金方面的这个工程，却在这个女儿的论文中挂名，这扒出来的瓜是越来越多啊。网友扒出来啊，60页的博士论文叫跨模态图像融合技术在医疗影像分析中的研究。正文只有30页，当然了，对网友来说，这肯定是看不懂啊，太专业，你知道吧？这个董小姐让我想起了去年阿里巴巴那叫什么达摩院还叫什么，搞这个数学竞赛，那个数学天才少女，姓我都忘了啊。看着这个天才少女不仅出现在数学领域啊，她还能出现在医学领域，没毛病啊。也就是说啊，一个这个不知道什么大学，对吧？怎么上的这个哥大啊，拿到哥大经济学本科的这么一个人，通过一个精密的仪器安排啊，他每一步好像都是合规的，或者就是那么自然。然后呢，他发的博士论文是全家福式的，全家桶，对吧？父亲是管建筑的啊，这个中野什么建筑研究院下面的一个单位，他妈是搞材料的，闺女呢就是自己呢进入医学。然后这3个啊，好像是八竿子打不着的领域啊，居然在一片这个研究这个他的博士论文里面同时出现。这个董小姐2019年参与发表的叫肺癌 CT 影像AI 诊断模型这篇论文啊，通讯作者赫然出现其父董晓辉，其母米正丽。你说这个一个是搞这个冶金建筑的，一个是冶金材料的，他怎么能跨界指导医学论文呢？就是你说这个神奇不神奇吧？还有网友扒出来啊，这个董小姐啊，在2018年就已经成为一家私募的法人代表，也就是这个事情啊，不光在这个医疗圈里面，医学领域啊引起了这个反响，在金融圈啊也开始爆炸了。这个新浪财经报道啊，说董小姐波及私募圈，然后这个说一封出轨举报撕开跨界天才背后的隐秘地带。这个文章报道啊，说董希莹疑似接盘父亲私募股权基金，现在更是被扒出名下私募基金其合规性引发质疑。很多媒体在报道啊，这董希莹小姐啊，原来在金融领域那也有涉足啊，但是我觉得啊，她这个在私募股权基金里面成为法定代表人啊，接了他父亲的股份呢，因为他父亲不是国企的这个高管，那么按照规定，他就是成立私募啊，这个恐怕有很多这个相关的要求规定。国企的高管你成立私募不那么容易啊，你到底代表谁？如果你要代表国家，那你怎么把这个股份你能给你女儿呢？所以这里面就有问题啊。但是我不说这个，因为这个你仔细去扒他的这个私募啊，我只是说啊，它有某种合理性，因为这个董小姐她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本科嘛，完了之后她对吧，本来是运作啊，想在金融圈崭露头角，这是我的分析啊，所以搞了一个私募，对吧？然后她有股份，这个你看看啊，这就是已经把那个赛道啊，人家已经往金融圈开始延伸了，这是2018年的事情。那后来他为什么去了这个协和医院呢？是不是一个更好的机会？他发现协和医院还有这个对吧，4+4完了之后，大家记住了，协和医院这4+4啊，我看有网友贴出来，第一届是2019级，他这个试点班一共是17个人毕业，这17个人去哪儿呢？你就看看这个就知道了。11个人是留在北京协和医院，4个人到医科院的肿瘤医院，那这4个人里面恐怕就有董小姐啊，肿瘤医院嘛，泌尿科，然后医科院的阜外医院1个人，宣武医院1个人，也就是说啊，协和医院4+4试点班第一届2019那一届啊，17个人全部是在知名
进顶流3甲医院。哎，你这个你让那些什么5+3+3，对吧？这些小镇做题家情何以堪？这些人毕业之后，这不去哪儿医院都不知道。你看这个一个快车道啊，对吧？你本科4年完了之后，你爱学啥学啥，反正你再通过这个4年的这个医学院呢，你就是博士。完了之后，你能进顶流3甲医院，是不是？这个董小姐他们家里发现了这个赛道更快。那本来是他要进这个金融圈的嘛，2018年私募，对吧？这个他都已经染指了。就我认为啊，他不如进私募，对吧？你进金融圈混，好歹不出人命呢。这个金融圈乱，大家都知道，对吧？那个什么留学生啊，特长生练武术的进这个券商，这个咱也报道过，对吧？还有那个练长跑的、短跑的也进券商，而且人家是专门对口啊，人家就要招短跑的、跑得快的，人家就要招什么舞蹈的，就是为他打造的。这个券商对吧，就专门搞这样的岗位，招因人设岗，千不该万不该啊！你进这个医疗领域，你拿起手术刀，你多吓人呐！完了这个你还写什么癌症什么这个诊疗指南，这不是草菅人命吗？这个网友扒出来啊，董小姐这个一路这个运作啊，院士就涉及3个，那其他的这些专家还什么主任呢，那就多了去了，那各种说法都有啊。这是关于董小姐本人的料啊，越扒越多，对吧？扒出很多生活作风的问题，这个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因为这个董小姐这个事情，所以大家开始对这个协和医学院这4+4这个模式产生怀疑，开始扒这个协和4+4啊这个模式一共招了多少人，这些人呢有什么特点，这些人的论文在哪儿？你看，也就是炮火要延伸嘛，所以大家又扒出问题出来了。有好事的人发现啊，这个协和24级的和26级的有2位名字啊，好像非常接近，都姓邱，一个叫邱静涵，一个叫邱静婷，好像是这样的。大家可以自己在网上去搜去啊。协和医学院4+4招生为什么会招2个名字这么接近的？一看起来好像是姐妹俩，这个难道是巧合吗？这真的协和医院真的要出来走2步啊？你得解释这俩姓邱的到底什么关系？然后他们的父亲是谁？家庭，对吧？如果你不出来走2步，那网友就开始乱扒，这就扒出问题出来了。还有网友扒出来啊，2025级这个就是协和医院啊4+4这个试点班里面还扒出来一个文艺特长生，一个姓盛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啊，以文艺特长生的身份进入上海交大附中，然后再进入复旦管理学院，是以文艺特长生啊，然后再进入协和医院4+4。还有一位姓韩的，2020年15岁跳级去了多伦多上大学，他是擅长小提琴，现在在协和医院合隆生物做肿瘤科研，也是走的是4+4，24岁就开始做科研。也就是说，你这个协和4+4，你到底培养了些什么人？这还没有完啊，还有人扒出啊，这个还有人专门走小语种这个路线，读外国语学校保送上有985大学小语种专业，也就是西班牙语之类，然后再走这个协和医院的4+4。还有人扒出来啊，说北京协和医院2024年拟招收人员公示，有一个是博士后啊，叫金山木，毕业于协和医学院，也就是走的是4+4啊。然后这个好事者又去查他的论文，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2024级临床医学博士后金山木。但是金山木同学的本科学的是地质啊，完了还去过阿尔卑斯山啊考察。我记得这个协和医学院的那个校长王成啊，他不是在那个座谈会上还专门介绍了有一个姓胡的，也是好像北京地质大学学地质的，改行搞医学。你看这儿又出来一个金山木，也是地质转行医学。然后有人接着扒这个金山木同学，说这个金山木同学是2016年参加高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自主招生测试成绩81，测试合格标准60，入选专业是地质学类，也就是说成绩不咋地啊，对吧？通过这种方式进的，所以网友就更加相信啊，这个协和医院的4+4这个招生模式啊，是给特殊群体开后门啊。还有网友扒出来啊，说2024年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啊，当着协和医学院院长王成院士的面，指责协和医院乌烟瘴气、任人唯亲。他说啊，协和医学院有不可否认的因为不争气而落后的情况，不可否认的有下落的一些点，说包括不可谓很轻的任人唯亲问题，也就是这个业内啊，这早就对这个协和医院的问题啊，对吧，有所这个叫批评。所以啊，协和医学院还是应该主动出来走2步啊。虽然他的级别很高啊，他的上级单位谁能查的呢？这
是不清楚啊。你说又涉及到中日友好医院，又涉及到协和医院，又涉及到这个医科院，什么肿瘤医院，又涉及到协和医学院，这都是顶级的啊。你说谁能查的？卫健委能查的吗？教育部能查的吗？对吧？涉及多部门，所以我怀疑啊，那你得什么级别的人来动他们？所以网友就开始合理的怀疑啊，我们的教育模式啊，它也分流。你看啊，普通的韭菜老百姓家的孩子，初中就分流，对吧？你中考一考完，一半人上高中，一半人去技校。你去了技校以后，什么情况？大家也知道，对，虽然上了高中啊，以后上大学也不咋地，但是你上技校的不更完蛋吗？你看这种分流啊，是给普通老百姓服务的。那但是这个里面就很容易把一些权贵啊，或把一些家庭有资源的人也给他分掉了。那怎么办呢？人家有一个救赎的路径。什么救赎路径呢？对吧？可以以各种名义啊，打着各种旗号的名义，对吧？改革各种叫试点，就是专门为这些啊，在这个中考分流的时候考不好的人，给他一次机会。当然，很多也考得好的，还给他一次机会。你这个普通老百姓啊，你一分流就了，以后就是流水线，以后就是对吧？就是拧螺丝。但是家庭有背景的、有资源的，人家可以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渠道，反而啊，他会快速的反超那些你能考上清华北大的。你看这个医学就是这样的，他是4+4啊，一共才8年，毕业就是博士，完了之后，关键他可以进顶流的3甲医院，而这个正常的医学院的学生，你是5+3+3，也就11年，完了毕业你也不一定能进3甲这个顶流3甲医院呢，你规培你1年都不能少，人家可以跳。你看为了这个对吧，学阀、医阀这些家族啊，他可以搞一个4+4，人家叫试点，而且人家也是学习美国先进经验，没毛病啊，初衷都是好的。有网友调侃啊，说啊，现在这个时代发展，穷人呢早已不需要吃苦，每天生活十分安逸舒适，享受短视频带来的愉悦和快感，吃着即点即到的外卖，侠义万分。反观富人啊，每天为了创造更多的财富，巩固自己的江山和地位，必须时刻精进，做诸多痛苦的事情，不断吃苦前行。你看看啊，咱们韭菜已经躺平了，就这样了。你看人家有资源的这个就是削尖脑袋啊，绞尽脑汁啊，对吧？各种往上爬。所以这个小镇做题家呀，还要努力啊，对吧？你躺平了，人家可没躺平啊，对吧？这些学1、2代，对吧？各种2代或者3代，人家还在玩命要逆袭啊，各种资源交换呢。最后啊，以一个笑话来结束这个今天的董小姐节目，就是有一个病人呢，躺到了这个协和医院或者是北京啊3甲医院的这个病床上，然后他跟大夫拜托啊，他说我啊可是托人进来的，这北京3甲医院挂号不好挂呀，都是找人进来的，走后门的，对吧？就拜托一下，用点心。这时候主刀大夫笑了，说没事，咱们也是找人进来的，同病相怜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